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2月18，诗篇105篇8安尼讲：伊纪念伊的约，直到永远。伊所吩咐的话，直到千代。三甲来祈祷，纪念所立的约，到永远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我要唱歌学了你的慈爱，到至永远。我要用我的嘴传你的信息，到代代。主啊，这一天要学了你的奇事，在圣者的会中，要学了你的信息。主啊，你是大又威严的上帝，我要到你的面前来敬畏甲尊重你的名。主啊，你受约行仁爱，在你的路旁，就是真心行在你面前的。主啊，早时你甲以色列百姓立约，你也持守你的约，无改变。但你也要安尼甲阮立约，你要纪念你的约，直到永远。你所吩咐的话，直到千代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